靚女去邊啊？光天化日之下，調戲良家婦女，你哋呢班正一係卑鄙無恥、下流賤格、賊白黨、死飛仔。飛仔呢個名詞係昔日香港用嚟形容嗰啲終日游手好閒、撩事鬥非嘅反叛青年，以至嗰啲聯群結黨、周圍哈哈霸霸嘅年輕惡匪。究竟飛仔呢個名詞幾時喺香港出現，同埋佢嘅來源又係點嘅呢？呢位型到爆嘅昔日首席飛仔演員又係邊位呢？飛仔嘅類型又有幾多種呢？仲有昔日飛仔作惡多端、擾亂治安，香港警方要特別成立反飛組去應付。今集我哋就同大家講下香港飛仔演化史。繼續之前，敬請俾 like 訂閱，得閒嘅話睇下廣告支持本頻道嘅製作。唔該晒。